于有个夜店能让爷嗨一下了。姑娘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还穿成这样？你叫谁呢？谁是姑娘？老子纯爷们儿。你就别瞒我了。那什么脑残古装戏简直就是毁人，这女扮男一眼就能被认出来，那女扮男扮了10级的也真是够拼的。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抓人来了？哼，抓什么人？老子来消费的，懂吗？消费？消费就是花钱，这钱你是赚还是不赚？哇！不好意思，我才想起来我家还有个病重的老母没有吃饭，我先走了。公子，哇，白娘子，小青姐姐呀，你是嫦娥，小兔兔。敢问姐姐是？要将你裤长成。公子啊，你的重病的老母呢？哎呀，就让她病着吧。滚！哎，走。来，好酒量啊！喝。哟，小兔兔喝一杯啊！小兔子是不喝酒的。厕所在哪？厕所在哪儿？公子，厕所在那儿呢。小兔子乖，来，慢走啊，慢走。齐胜他竟然对我张开双臂，他这是几个意思？难道啊，求拥抱？这么多人，不抱他，不给面子，抱一下。辛苦了，兄弟。更衣。如此就等不及了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要更衣啊？奴婢刚准备说您就抱上去了。谢谢。娘娘，
对着。来，喝酒。不，